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太飞》，我是陈明珍。我俩去到只水梨园地尾堵啦，吼，俩喺到苗栗县3万乡内湾村，吼，再看到了水梨园地尾堵，搭从梨嘅树呢都有雕号码牌，佢等等外面来应用哦，吼，嗱，应用嘅两条梨嘅树以后呢，今年两条梨嘅树所有嘅树神也是黄嘅，吼，外面人买唔到。不过3万嘅水梨呢，虽然名声清久嘅，但是只有内行人知啦，吼，因为佢叫做天山天寿，此山此寿千多年的吼，但是按多年下来以后呢，也主顾也老的，种梨的人也老的，故说市场上竟然买到3万个水梨吼，故说你还有后生人转到故乡经营农村，佢哋用新时代新的方式而来改变呢种梨的产业，佢哋要推出营养之兔，但是呢营养之兔经常都用版型地方上大家有支持冇？韩国的公部门在听说那条部分呢，像地下了到呢3万国手，像菜地嘅。种梨嘅农民呢，直接面对面劳工铺面代表了沟通，也抢来关心。以下节目现场来到你3万国手嘅太阳树下啦，吼，一睇讨论过，一啲都市场上，配备市场上，外种嘅市场上买唔到嘅隐藏版嘅好米丝嘅3万里嘅相关嘅问题，吼。马上为你收嘅现场来宾，第一个呢係你行政院农委会农粮署北区分署嘅分署长苏忠正苏分署长，你好。各位观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现场的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农粮署北区分署分署长苏忠正。好，谢谢。他代为你收嘅係苗栗縣農業處嘅副處長陳樹義陳副處長。主持人、各位來賓、各位我們的產銷班梨農，大家朋友，大家好。好，謝謝。他代為你收嘅係你3萬鄉農會嘅推廣主任，鍾金剛總主任好。各位主持人、各位來賓，大家好，我係3萬鄉農會推廣主任鍾金剛。好。睇下我講到呢3萬嘅梨啊，非常非常好食，但是市場上並買唔到，買唔到人要注意有2隻啦。先嚟看一下你新聞資料，第一隻，目前看到你3萬嘅水梨總嘅面積係73.9公頃，面積冇多，故說產量冇多哦，但是也有看到哦。價嘅產出係2.25億元啊！嗬，2億2500萬，其實非常非常貴啦！嗬，故所講呢，一般嘅買嚟人搭嘅嗬，可能還買唔到，送梨嘅市場可能嚇係呢個太重嘅需求啦！嗬，但是其實你講頭擺3萬嘅梨嘅嗬，最早係呢種嘅。房山梨處理哈，要3萬公里哈，民國60年代嘅時間，嗰陣時非常非常嘅新哦，總層面積有200多公頃，做乜嘅咧？還存到70多公頃，天天咧，你按當然變化係乜嘅？先聽聽新聞記者講頭去了解下。看那過去3萬年梨嘅園，4月的過後都係黃色同白色嘅紫綠嘅，一時間係農民千萬看嘅時節。看到農民揭上揭下，同數落嘅同梨嘅搭拖嘅，我哋確保啲好值錢，梨嘅唔會受到병蟲和亞毒嘅破壞，我哋維持3萬梨暫定嘅品質。主要開始接嘅都也都無限啦，這個12月15，去年12月15都一下來就全無限。皮包坡嘅水柚島是起來又甜又油嘅風水梨，係3萬梨主要嘅品種。當年2月底到暑假太出嘅時節，亦都幾多人天初冇人買。故說一路以來都係自家生產、自家賣嘅3萬梨，也2-30年來都有固定嘅都逐步來搞緊。以3萬個隻梨來講嘅話，係代表俺3萬鄉嘅一種個經濟嘅作物，農民除咗講種啲東西嘅一辛苦過程嘅都會話，嘅品質係當用心呢。
其实3万里早就当出名，乃是3万其中一项农产品。在民国68年加下，是3万里公斤1.3倍世界，石油240万公斤的产量纪录，还创造为经济奇迹。讲到亚头按沙皮的事情，听说会想到记3万高价里3小班第一班的班长郑玉田，头那么澎湃个记沙皮多多个第个建国3万里年产有几好个嘅公斤。3万也是这些总头千多人都赚钱赚到不差差的。民国66年嘅年呢，3万里買到睇緊講嘅，從就出狀期樣啊，不夢樣啊，樣賺嗬，我買一年嗬120萬啊，台北根本嘅買件嗰個也基金退休的郑班長同李爺爺票本人來做，自家搶留到10頭的耶穌，係為總本不看顏色的。第3版長期暗內都是野農民見來見到，3萬里種植的面積每天能減少，現時總共100公頃。頭擺公斤按後為3萬里正啊，為現在暗內已經熱冇落去。台湾一个阿伯讲，民国66年40年前哦，3万里买水里买台上面出到外国上天穷用了哈。40年前一桶水里120万，40年前的钱是非常大啊哈。3万中的水里台北买件6个屋哈。目前种植的面积是73.9公顷，然后产量有112.6万公斤，产出是22500万，平均下来。1公顷呢，一甲当呢，差不多是300万元。好，300万元大概是1公顷1年的收入，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哈，非常非常好的。如果说，后3年种的种的话，Q 的工钱哈，其实这个也有计算过。迄讲那种的落土啦，接离峰啦，算落去一甲当1年才提50万元的成本哈。规只台湾去年来看到嘅面积是5400多公顷左右，所以全台湾种高阶梨的这个面积是非常非常大。三湾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产区，因为这个73.9公顷，大概就是台中和平的零头左右而已，但是产值非常的高。为什么原因呢？哈，那其实等一下可以来讨论了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三湾梨的种到案后，有向外去推广嘛？现在强调你个推广部的注音。按3万里的知名度吼，完全是靠以前的共同运售，个我哋农药吼，全部都是甲芦笋吼爱用买，吼芦笋买来讲嘅话咧，特色规台湾省地都吼一手烟丝一手乡镇有按用的一只做法咧。咧所以讲由农民直接对消费者，吼自家来对自家栽培的。品质来做保证，吼，所以讲，我哋都农药，吼，咧都农民会因证，落个样嘅品质尽量来提高，吼，爱样来做。那推广来讲嘅话，全部有当然有固定来判价一只产业活动，吼，给本大家了解，吼，甚至我哋一出没有了研究，到了外地来做一只判理展售的一只活动，吼。哦，所以外地说水利节咧有判啦，哈，水利品咁样有判啦，哈，好个享受。台湾讲到那个民国81年的时间吼，差不多230公顷按多哦。哦，今仔像从6家，然后一路溜下来，到了73.9公顷，差不多算74公顷了哈。品质按好，但是面积进来减少，因为受汉拜市场上各家10年买，让某人种3万里，真嘅买唔到3万里嘅，会少冇？你按样问题一定会少哈，在80年哈一出哈到106年呢哈，嘅种嘅面积啦哈产量减少非常多啊，因为啊你下因为3万的农药朋友啊是老化的啊老化的，后生人呢哈唔敢去转肥料转来做农务嘅些，因为啊耕地啊係非常辛苦嘅，包括台灣因為前班長是有講到，天是有報告到啊，在11月11月份呢開始喺上山做些。包括過年啊，都冇好了，因為個人家下自己就好啲嘢保好來，因為按辛苦嘅條路呢，已經後生人啊，冇辦法哈，是轉來適按樣苦呢。但是啊哈，工作方面呢，農業方面呢哈，一出反正哈，
优秀的强人呢来传承哈，那3万年呢，用来付托哈，因强人呢能够赚来3万5农，哈，你还轻松业喂。好，等下潘法等下来讲哈，没问题，先请高文副，请教这个分署长，就说刚刚我们的乡长讲，人力老化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很多老农他会弃耕或废耕，甚至转作，甚至就卖掉梨园，也使致得说我们的这个面积逐年在下降当中，当然产值产量也在逐年下降。这个状况，我不知道说分署长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没有？好，谢谢主持人。那刚刚温乡长也提到，针对这个面积逐年下降的一个问题，我想三湾水梨它的优质，包括它的一个品质，跟它我们吃起来就是说皮薄汁多，果肉又甜美。那我想这么好的一个水果，让它逐年减少，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件事情。那对我们农业发展的一个永续来讲，也是一个我们希望能够再提振跟复兴的一个想法。那我想在刚刚提到人力缺工的一个问题的部分，我们是希望青年农民能够回来。那除了青年农民回来之外，我想有针对季节性的这些缺工的部分，包括我想在果树的从事方面，有很多都是属于需要技术性，不是一般的这些我们说的这些劳工或者是劳动的这些人力就可以来做。包括果树的生产部分，一些整枝嫁接，刚刚提到这些梨穗包括套袋，包括后续的采收，都必须要比较有技术性。那我想农委会针对这种季节性缺工的部分，有提出一个季节性2.0的这样子的一个劳动补足的一个计划。那我想再请教一下我们的这个副处长，就说，光卓兰也在苗栗嘛，对不对？就种了将近上千公顷，这么多。苗栗还有哪些地方也在种高阶梨？这个三湾乡的这些三湾的产地跟苗栗其他产地的竞争力怎么样？你在县政府，你应该有个比较统整的看法。那我想在这个部分卓兰的话，它大概有900多，那还有卓兰，另外还有大湖，大湖，那再来就是还有头份有一些，那三湾，那我想卓兰应该是算最大的了哈。南庄好像不是也有吗？南庄的部分比较少，因为它最主要还是在田氏跟它的贵竹笋，还有它的黑木耳这一部分。所以应该三湾其实它还是有它的潜力啦，不是说没有啊，只是说这个缺工的问题确实是真的是下来。还是说卓兰这900多近千公顷我解决不完，三湾先放在后面，会这样吗？不会啊，不会，这个不会这样，因为县政府在做这个事情已经都是一样的啦，包括我们的一些的补助。那我想在整个县长上来，也对我们温乡长这边也都非常的支持。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这个农改场，就是说，其实我们知道目前三湾的水梨还是以风水为大宗嘛，哈，马上6月带哈。新浪6月带，那个风水里是出来哈。风水之后，三湾这几年接着在7月上旬、7月中旬出来就是秋黄，好，秋黄是个新兴的这个水梨，但是它从中国进口的。那其实对于这样新的这个品种的水梨的种植技术，或者是疫病虫害的防治，农民都需要这方面的知识。那农改场这边有些什么样相应的这些技术的教导也好，或者说用药、用肥料这些防治的这些方式，可以告诉农民的吗？我们这几年呢，也开始在做一些栽培和观察，看看说这个梨需要什么样的条件。那最主要农民会讲说，它好像有一个木酸化的问题哈。那我们这边也做了一些研究，那就是可能跟土壤里面还有树体里面的栽培管理。养分的供给，就是所谓的肥料的部分，大家要比较用心，因为它它相对于其他的品种来说，那它是比较需要钙肥的一个品种。如果说你的梨树里面或者土壤里面的钙肥供应不平衡的状况之下，其实它会比较有多这种问题产生。所以如果说农民今天你要种这个品种的时候，要切记，就是我们的栽培管理要因为品种不同，然后去做一些调整，这样子的话，你的东西才会有好的品质。不是说我就是种风水，我就照风水的方法去做，其实这个是不行的哈。那这个是跟大家特别提醒。那另外的话，改良场
厂这边的话，当然也会去每年有定期去做一个合理化栽培，然后甚至于病虫害管理的部分。那欢迎大家就是持续来上课，然后不断的进修，可以达到我们要生产高品质的这个目标。谢谢。所以有问题也可以一通电话打去改良厂。对，线上教学一下，及时问诊。其实我们来这边都没有问题，因为其实对，蛮近的，所以如果有问题，那当然是改良厂这边是最直接的。台湾嘅梨山也有梨鳳洲的麥都平起來，但是量有拉敗毛。也有人是都中國來尋那種新型的品種，像球王啊，但是球王可能中國進口有的像中國梨木虱這樣子新的疫病蟲害，對台灣的梨產業是全面性的影響。唔單止影響到你3萬天天哦，可能台灣看到台中的新沙董事丟起來要3000公頃安度，該車下去不得了吼。台灣可能幾條梨的產業會受到青苔嘅太體同的影響啦吼。我所以看到呀種種問題來面對，但是現時都水梨園，可能都會係物解。人力老化，人數變少誒。頭擺黃金時期，呢3萬嘅梨樹產銷班有10班有153，而家咧存到6班82，人數差唔多對班減啦吼，少睇1班咧。簽到工人也係講人工老化，都退休冇做誒，也係講我哋嚇真人進工嘅時節，只做係請佢退休誒。我水梨園非常無共種的老闆的錄影嘅師傅來種吼，你喺問題清嚴重誒，有沒有現場相親？現場相親，我哋講一下人工嘅問題對你的種水梨嚟講，都帶有經驗重，現在我嚟說當頭拿通我嚟解決咧，兩個阿伯係啊。因為我哋老誒，係行通冇方便，係哦，將一隻要切台誒，保要切台，你啊上下，你老誒，你都腳氣冇好誒啊。哦。所以完全切工當嚴肅，你阿伯講2.0嘅啊，哈，要緩不積極啊。緩不積極啊。對啊，訓練人冇咁簡單啊。哦。佢一隻嗰隻技術啦，保要有按樣經驗啊。哦。所以緩不積極，按樣你啊，所以要斷層就按樣。目前看到3萬水梨農民，頭先講有82個產銷班業嘛，吼，65歲以上嘅啦，吼，有40以上，該82以上咩？40以上都對班破50%，所以係講伊68歲還算後生，係影響現代嘅啦，吼。故所看嚟都係講看到65歲以上嘅老年人咧，人數高班，係講60歲以上嘅吼，嗰是。53歲，60歲以上嘅吼，並70歲、80歲以上還是有53歲，該比40以上要行較多啦。我所講，人力嘅老化老缺工係非常非常嚴重問題，但是也唔係講完全冇進步啊。既然你3萬個梨農頭擺清早式嚟推出，啊，用係共同運銷來刺激來分期包裝，表示感染同進步，也請願意試點新嘅方法。我所去年記得推出。那種係梨樹認養，都嘛記得提出那種梨樹認養，你有冇應用咧？記得要幫你做成款新聞樣片嘅介紹。那像這樣接上了以後，對不對？我們就會用膠帶把它捆起來，好，然後大概在21天左右的時候，它就可以開花了。仍然3萬年的爺爺對一群應用高數嘅大小朋友，大家都來做一日港中日。那邊不用那麼快，我這水梨要套進去。前啲農民我立拖嘢嘅時節，特別安排一條應用嘅日來體驗港中日有幾辛苦誒。那個需要超多的耐心，我一下包一包就沒耐心了，就不想再包。今年盼天1年嘅3萬年高數應用計劃，係對台北來嘅後生農民係志向傳統嘅，佢希望打破安尼來改變韓國帶動3萬年嘅產業發展。我們一部分的果樹開放認養，一部分的果樹一樣持續讓它做鮮果的銷售，由我們年輕人慢慢帶入一些新的概念，讓你在原本就在做裡面去增加多一點的，像生產參數的建立，可以去改變這個有問題的結構。現時參加應用計劃嘅都係3萬90梨產銷班第2班嘅8個班員，對本人應用嘅梨葉樹都用心來治理，一時都冇天才。這樣子，然後這個怕它走掉就要固定，繩子綁着。
亦都港中嘅研究會嘅農民嚟認真參加計劃，看到嘅無同樣嘅銷售方式，限高3萬里有乜嘅可能？也係理論啊，也要配合佢啦，因為你嘅認養落去啊，伊話吼，錢叫做先飛落去，飛落去啊吼，只要你要來管理。管理都好才屬意嘅話吼，然後佢講啊，我嘅年呢叫我採了。反而本人認養做下好，因為佢幾條我本人的呀，伊條去甲做久的時講，還嫌過了對吧？像個認養還一定做下好，一定要有達到個量和品質啊。現時已經有20萬生意來應用梨樹，許志雄同計劃團隊限定嘅3萬為開始目標，韓國會多多嘅累積相關嘅栽培數據，希望建立好機制過後，同野兔應用方式推廣出去。好，你梨樹應用咧，你3萬去年開始做啦啊，去年差唔多。目標係100條，但是推出20條，效果也有出來啦哈。但是咧，做乜記得推梨樹應用出嚟來做種嘅生產嘅風險來分攤出去。還有呢，就講你講做濃度控填示範嘛吼，一下太鬆懈來講，喺上風險嘅話是落花落果哦，你效果冇好。如果說你生產嘅風險再分擔出去，那我從來就會來體驗嘅時間有一日農夫啊，多多少少哈，對種嘅。保托嘅工對本流出去，但是終非長久之計啦。我想請請教我們副處長，那一日農夫或勞動式這件事情哈，苗栗縣有在培養這件事情嗎？或者說有可以讓我們這邊的這個農民可以來做申請的嗎？事實上，在整個現在的認養制度，又包括像，可能在我們要套袋的時候，那我一直在構想是要跟社區來做結合。為什麼？你今天一日的農夫進來。那能不能社區我們煮我們當地要的客家的美食？那在套袋完是不是可以賣這個東西，一直拿去給他們吃？這也是一種方式。然後在整個你只有在那邊弄不可能，一定是跟我們的社區或者是我們離鄉就農區來整個去把它做結合。那人進來他就會有消費，而且他有個學到知識。就像我們剛才講的，有的小孩子說鳳梨是長在樹上，到底是長在哪裡？這個就是靠這個食農教育，我們的一個親身的體驗來告訴他，這個要怎麼嫁接，怎麼的去我們的到時候再採收，那這個採收的時候要怎麼去弄，要怎麼剪，有的一定這個都老前輩都有一些技巧。我想在這個部分，那剛才講說像這個嫁接的部分呢，我想我在苗栗縣政府這邊以後能夠是不是在整個不同的產銷班能夠去增加每個人的一個嫁接的技術。因為你如果我是做柑橘班的，那我可能就在柑橘的時候負責啊。那我如果是水梨的話，能不能夠去交叉比對？交叉的這個學到這個技術，那這個缺工的問題也可以來做解決。所以說種柑橘的，他現在柑橘不忙的時候，他就來幫忙種水梨的。對。所以等於說是產業之間平行的這種換工就對。對。好，那分署長，因為剛剛我們副處長講到，其實他講有蠻多是。比較多層面了啊，有觀光的，有食農教育，甚至有這種譬如說不同的產業之間的互相換工、交工這樣的制度。但是呢，我們剛剛講到梨樹認養，它其實有很多的多重目標，其中一個就是因為也看到說這個缺工問題非常嚴重。那如果說可以透過這樣一個認養的方式，讓年輕人覺得說，其實務農是有希望的，種梨樹是好的，那他願意回農，然後。那慢慢他們可以形成一個比較好的這個生產力啊，可以彼此互相支援也好。那在這之前還沒有辦法達到這一步的時候，您剛剛講到那個勞動式2.0啊，農務這些代工2.0的方法是什麼？有我們梨樹這些產銷班的班員們可以用得上的嗎？請跟我們說明一下，謝謝。好，針對我們農委會這邊所推動的這個季節性缺工2.0的這個計劃呢，主要就是我們這些農場或者是我們這邊產銷班這邊，如果有這樣需要的話，可以來做一個申請。那這目前再有3個單位可以接受申請。那就我們苗栗地區，就是在台中地區，好，台中的石岡農會這邊可以接受申請。那目前總共包括高雄、大樹、屏東、南州這3個單位，總共我們預計接受90位，總共有90位這個技術工。那剛剛有提到過，果樹它是高經濟價值作物，但是也是高技術門檻的一個作物。那這些技術，就像剛剛我們這邊所提到的。
要有5年的这个熟成哦，哈，要有5年的这个技术养成的技术，它才能够有这么成熟的一个做法。那我想这个部分透过我们的一个2.0的计划，我们是希望能够把这些技术工留下来。那有哪些计划诱因可以把它留下来？除了他所获得的这些我们所聘雇他的一个工资之外，农场因为是聘雇他嘛，哈，那另外我们农委会也有一个奖励金的一个机制。那还有就是我们会每个月再给他1万块钱定额的一个奖励的一个，等于是在从农的一个基金。另外对于交通费还有相关的这些劳健保，我们也都会给予。那我想这样子评估起来，我们有初步预估了哈，大概都有到5万块钱左右的这样子的每个月的一个薪资。那再配合其他的这些额外的这些奖励金，我想我们希望能够让这些这些技术工能够长久的留在我们这个产业。那农委会会再进一步的评估，如果它变成我们筛选下来的一个所谓的农业技术师傅的话，那它可以更有一些后续的一些奖励机制，包括一些如果他要创业或者是要继续留农的话，那我们也可以有其他的一些辅导措施。这个认养计划从去年开始推到今年是怎么样一个状况？目前参加的农有8家吼，应用的就20条吼，那达成率在20%啦吼。那都2间当了地方吼，内湾村。那主要看到还有希望了做永续的经营啊，除了缺工的问题之外，也要让青年农民能够进到乡村来，或者说回到农村来吼。然后咧，注册的种个30万费用呢，来托了果园然后果树啊，因为一天省托果嘛，不可能说每一棵果树都适合来，而且只要。刚刚那个影片里面，阿爸讲说，因为是整颗种的都要送给别人的，所以要种得更好哦。露珠菇呢还作为分级包装，但是龟头营养鱼是没有分级包装，所以整颗都要是 A 级品哦。按用的心情来做给鼓手呢。好，那托后以后呢，也会契约汇款之后就契约成立，然后农民会管理营养引做的限时限节，也讲打天发有那种的洗个天数是用它的天数哦，一部分解决缺工的问题，但是。效果怎么样？等一下可以来听我们这个推广的人来讲讲看。最后呢，做的橡树3万里，要在6月底左右就可以采收了。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这样的一套计划是有一个 IT 后上瘾来做的。那我想请问一下志雄，你为什么要跑到苗栗3湾来做这件事情？3湾水梨真的有这么好吃吗？去年做了1年，今年做第2年，你的信心有被打击吗？还是被更鼓舞？告诉我们好吗？其实我会来3湾这边种水梨，主要是因为我未来的老婆，我明天要结婚了。爱情真伟大。对，然后到这边来跟岳父学种水梨啦。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是台北人，那我以前在台北吃到的梨子，其实说真的那个品质没有太好。那在3年多前的时候，第一次来这边协助他们家收成的时候，第一次吃到3湾梨，我真的吓一跳，原来梨子可以种到这么好吃。这个计划你可以告诉我们，就是说它大概是要先去说服产销班的班员愿意来参加，然后那你怎样去媒合产销班班员跟这个愿意认养的人呢？从以前的共同产销转成自产自销，大概也差不多有30年的历史了。所以本来就是一个已经经营相对成熟的一个封闭通路，就是有亲友介绍的方式去拓展他们的市场。那我们把一些新的模式放进来，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卖蔬果的部分的话，都会转成电商。所以就是可以用网络平台，可以用粉丝团的方式来打开它的一个知名度。那所以我们自己本身呢，我们也为了果树认养计划呢，我们来成立了一个官方网站，所以就可以借由消费者在这个网站上面，可以直接逛果园认养果树，然后看到我们这个产销班在这个计划里面我们的进程。所以去年这20棵是多少人来认养？就是20个人。就是20个人，他们就是在脸书、在 LINE 上面遇到的不认识的连友或网友。大概里面有几位是我们自己亲友而已。那其实大部分的话都是透过这些公众媒体看到的。因为那我怎么知道这棵树要缴多少钱给这位大姐或给这位大叔呢？我们在每年在生产的时候，到接枝的时候呢，因为上面接了几枝，就会决定今年的产量大概是多少。所以你接完枝大概就可以定价了。那我们也透过这样的一个模式，它不只是一个商业模式，同时也在建立生产参数。因为以前是没有人在统计接枝数的，
所以说借由这样子的模式，让农民们把他们本来就在做的东西。就把它纳入进来，可以建立生产参数。我们是分大树、小树，小树的话是保证70台斤，然后大树保证130台斤，小树是9000起跳，然后大树是13000起跳，价钱都是由农民制定以后，我们再加一个固定的管销费用作为末端售价。那你先请坐，我来先请教一下，先强调一下，参加呢种的，本人应用的台狗台字吼，来到应用的人来到伢水里验，那我们着嘛该，讲着嘛该，天数做着嘛该说，所以拿着分享一下无？那个台狗台字。去年一年，今年哈，就判一个国家里的果树论养非常好，做挺好，就论养也依户啦，甲新年行来一道新年行来一道。系啦，市场卖啦，路卖感觉亲无下啦，无没有做啊，伊能多啊安尼好。那样跟人继续讲讲，谢谢。好，安子说好。看那边有一台字啦哈，17个扮演出你写下字哈。系啊。你爱故事有不应用无？有啊。有啊，几多条？3条。3条天哦。对。就佢对呀，当然佢对呀字嘅有吼，也有想有兴趣爱去了解有吼，佢将会想来体验啊。安尼就来到呀，安尼。心态因为我感觉讲吼你今日老人认养你也做迄有缘有啊吼有将来我有吼，我老公讲用套袋用各种有啊吼佢做了因为当欢喜啊来认识过后因为变成朋友啊，加交新朋友，亲好呀，好，安子在讲好。其实我们刚刚讲过，不是只有三湾在推梨树认养，最早是东势就已经在推，东势是一个很大的产区。东势的区农会跟台中市政府对于梨树认养这件事情呢，是请全农会跟全县的力量，在台北的国际旅展，甚至新社花海节、国际花坛节都有做广告宣传行销，所以他们一路走来已经很多年，也有他们的成绩在。那我问题就想请到我们的副处长，看看东势看看台中市政府苗栗县有没有急起直追啊，在这个部分，其实苗栗也有很有条件来做梨树认养啊、果树认养啊。我在想，这个县政府当然都会去辅导他们，也就在促销。但是我在整个这个认养的制度里面，我跟他看起来就是说，第一个大家要建立一个信心，包括政府也要有给政府一个鼓励，那包括公所、农会。还有我们的产销班，大家一起共同来把这件事情把它做好来。我想这个一定这样子做的话，才会把这个比如假如今年有多少的产值，明年可能产值会更高，而且加入的人可能多。那刚刚我们的那农友他讲，他可能他只有三颗，那事实上梨眼不止3颗啊。但是我认为我这个可能拿到的，我另外这边还有比较大的，我这个产销或自己卖，我就马上就会卖了。所以他还是不是。这个应该在讲，就是说他的这个信心的制度还是要慢慢的再过来。好，我们再听听看，还有其他本人应用的阿伯也泰国，还看你个泰国。也现在问题嘛呢，你那个梨水啊，全部一定要本进去了。但是啦，我说乜嘅产品啊，最重要就乜嘅品质。品质。这个3万里面要求就品质啦。农会啊，对下了梨农的葡萄也非常的热心啦，我说今日3万里啊，我做到安好啊，真然非常感谢。好，感谢你阿伯，纯种伯哦，可以下边还有啥哈？好，问一下啦，我讲，像按道嘅，你下有银行嘛有的人去做观光果园，有的人做认养，当然认养跟观光果园是无共用的事情啦按道诶游客爱去人落到诶呢3万，唔该2万村嘛来摘梨也好，应用梨树也好，迄讲路场合啦你讲那种诶摩天房或者停车的迄边你上村庄那片也个上公所那片，有得办法来治理出来从贴整理出来，也有可能讲大家还买溜溜咻咻做，甚至越来越好的世界越来越多的那个外边人落来的世界，所以有较方便、较利便的环境做来使用，存在。加主持人个台中演推广都样的，演出来话有啲本来做村庄的意味啦，离岛啦农粮署大家共同合作，争取像安尼3万样来列一个专案。
啊，你刚才你有讲到南庄的慢城，我们可以到5月、6月连续3个月到那边来，这是我个人的 idea， 来那边摆摊嘛，说明嘛，推销都可以哈。啊，那个农粮署的也在拜托你们，如果我们离税的部分，刚才我们离农也有讲，可不可以统一进口，算便宜一点，不要让人家层层剥削，所以我们的成本降低，我们的产量啊，然后我们的农民也更希望来耕作，尤其我们乡公所部分，我记得在8年前还是9年前，有在我们内湾村办过2场的水梨的产季的哈那个水梨节。我希望我们年轻的乡长哈也可以考虑，在我们北横开通之后，我们龙廊顶道拓宽之后，能够带我们内湾村，起码他在路过的时候看得到果树。可见的呢，一件事情呢做有神啊，所以讲做人喺动因做以外哈，品质的追求要做我们的偏标题哈。但是呢，硬体的部分也建设也提的上来，像那个龙建当然葡萄啦，整个周边环境、一日游或景点的串联种种哈，喺大家来用上你。3万水利产业，还要讲3万农业一天做到的事情啊！但是用上了只水利产业，还有那条方向出的努力咧，还有那条人要投身用无同样方式来做呢，像生态呢，希望记者讲头去了解一下。也好人讲我出来啊啦。82岁嘅林清海，含做啲啲嘅人都常常创下做到强口为生。不过中年嘅踢火工嘅，虽然夾拉嘅要求下做，不過考慮到大細嘅2-3年前佢就種出，同列書都提到位來溫種茶樹。種茶也就你唔是瀉藥啊，唔是啲啊，強種哦，摘茶哦，佢專門做茶嘅，佢會很面工來摘啊。就為現在農民見到大細嘅，有生意單單用唔上愛整起家養，產業同人下強就會佔唔到位，甚至到3萬年嘅產業也下讀到位動態嘅問題。因此安呢，幫小本係少數整起家養，天天夾爸爸來種理嘅硬性強喏。以前小時候頂多就是幫忙收成的時候分級包裝這樣子啊，之後。男朋友來的時候，就一起有在果園裡從接枝啊、施肥那些都有做這樣子。現正家鄉嘅係有機，我哋講係3萬青後生嘅農民，27歲嘅陳俊飛，平常時同家爸爸各有各嘅作為條路，讓人記起拍錯車，每日同家爸爸聽書，用這呀啲嘅向下立拖嘢，還用記起去上提一檔人工，唔過幾行嘅一筆，走農每一條好行路。可能沒有像大家外面新聞看到的那麼好吧，雖然比較苦可是你至少是在做自己家裡，你自己當老闆，自己也是一個創業。也下講我做技術產係以後生意唔會接落去，當然啊。慢慢的政府冇乜好嘅措施啦，推廣係唔好生意轉來這樣嘅講嚇，大家而家都做唔啦工程，其他去做啦，要嘢啲東西。啲農村單都到位，農民見到大細有冇後生人嘅一個問題。第3版可能會連帶影響到採提啲全台版一定有名嘅3萬年產業，做得遠有堅定下希望。台灣嘅樣片對後生人講，轉做轉來接不開產業像創業重要了哈。好像創業一樣，我想請教一下志雄，對你來講，不只是來3灣種水梨，不只是好像傳承。未來準岳父的一個梨園，對你來講也是新創一個產業，因為你也創了一個新的品牌嘛，對，好，那也有一個新的制度，甚至你有很多什麼科學化、自動化這些機械化的這些想法都在裡面，可以告訴我們嗎？就是說，青農到了農村之後，他會面臨的問題，或者說提出了的一些新的見解，會有什麼樣的撞擊或衝突矛盾？可以告訴我們實際經驗嗎？過去30年，台灣的農業其實進展相當的緩慢。在30年前的一次成功的農業轉型以後，幾乎是停滯不前的。那我們現在正在推行的這個把產跟銷一起結合起來，一個新的產銷機制，其實日本
已经有确实实行成功的案例了。是。对，前几天的新闻稿才出来，富士通在他们那边做那个山田锦米酒的东西，那它用的整个产销的机制，包含里面的调节，然后生产数据的建立，然后直接在行销上面的应用，这些跟我们在做的事情几乎如出一辙。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你们要推梨树认养目标，比如说建立生产数据、制定梨产销 SOP、建立产地品牌，然后实行友善农法、革新产销模式，这其实种种都是一些您来到这里之后才发现的问题，还是说你过去就已经有这样的想法，在这边其实得到印证跟落实？其实在我来之前，我就曾经问过我老婆几个问题，就是你们的平均产量多少？果重多少，甜度多少？是。结果这些是我本来以为应该是农业的基础常识的事情，结果没想到完全不是，因为台湾没有人在露天种植要来建立这些生产参数，所以当我发现说，如果露天种植的农业缺乏这一块，而这又是台湾农业转型的基础是必须的话，那是不是由我们从产地这边来做，然后再把它复制出去、推广出去？那或许我们可以为台湾农业尽一份力。那在建立生产数据这个部分，您好像还去跟农事所合作，在你们的水利园里面有一个为气候的气象站，这个目的是什么？它建立这个生产参数之后，对于往后青年农民到农村来有什么样的帮助吗？当他统计了地方的微气候以后，因为其实我们中央气象局的预报气候都是以大区域来看，但是其实每一个地方它的可能向阳面、背阳面、风向、雨量是通通都不同的。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地方微气候的这样一个统计数据的建立的话，之后也可以有助于气象局可以做更精准的气象预报。然后呢，我们农友平常每天在田里施作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可以用手机直接登录上去，看看今天的状况如何，湿度如何，我们可以如何去控制我们的用药用肥。我看旁边还有个比较年轻的，也是你们班员哈，问一下，你迄七家种的种遐酱哑巴树的水梨的？酱哑巴树头啊，因为落应该落的哈，你后生也无天数做唔得。按油好哦。哎呀，真嘅啦。今日头按烂，你唔将西湖头咯？当姜哦，当姜好安用啊啥？像用啊甜食讲变虫害的时间咯，你做水鱼啊，唔是做些起2点钟，唔知我放起来。你对于3万里的山野味了有信心吗？因为你是不是可能还在像你阿爸做68岁，还有医生也好做啊，有信心吗？当然有信心嘛，当然有信心的哦，穿的都来是啦哈。迄专业的吧哈，你品质顾好的话，应该是冇问题。冇问题。一甲当1年300万。我啱啱用上看算几多边的哦，算几多边的哦。好，感谢两位太哥哈。好，来看两位还没讲那些啊字哈。听讲你也喺三手办的妹的啊？是客家女儿，没喺客家妹啦。客家妹啦哈。頭擺係大街四條山檔，山腳下安樣。那你跟我们的梨树产销班有什么关系呢？安陽啊，我係老街志雄啊，还有我们几个年轻人哈，是窮陽哈。虽然我自己没有种水梨，可是我们其实都是农家的子弟，我们很可以体会就是做农的辛苦。那我们也很希望我们的上一代的父亲啊，我们的阿爸啊，这么辛苦的在耕种，我们很希望就是这样子的努力可以被民众看见。所以后来我们就是回来，希望可以帮忙把3湾梨，还有把果树认养这个计划，就是做更多的行销，让民众也让喜欢吃安全的水果的这些家庭可以看见这样子。所以这是你们带出去说服别人来认养的时候的说帖。对，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带着这一本，还有我们做的一些比较精美的照片，还有一些阿爸阿姨哈，就是在田里面辛苦的这个资料，我们去企业当中，我们也去一些店家，我们也去像这边头份、竹南这里都是园区嘛，我们也去园区当中去拜访他们的福委会，让他们知道在我们这么近的地区就有这么好的水果哈，不要说我们都卖到别的县市，我们自己同样这个苗栗县还有我们附近新竹哈都不知道这样子。农非对啦部分对于你啊应用购数啦部分有用买型的天数嘛帮助嘿。你较加强啊，国内加强的这部分就讲，你扮演对消费者。应用来介绍，做是个当熟悉的投入工作，讲当位讲，
等到一只对路对只陌生的人对人面前的时候，你就还会讲唔出来。咧就咧部分解说的部分，要来加强。加强以外，本来告诉营养的，有达到来到3万里营养的只食农教育，都后背只延伸到食农教育的时间，不单单比做到讲，我有情绪去做栽培，我用去了解到，我里的迄上到适当的，落给你的思维上共上。强共下，咧迄两种理的个区别，咧都爱用咧按将皮料用挺多的时间，咧都从不住爱按咧来，本个按消费者了解讲，合理化食品皮料用挺多，为未必好的，所以未必会上到清好，跟我咧来在。告诉营养的时间，我哋有食农教育的时间，我作用达到讲，咧就消费者对咧生命的一个认知，一个热爱，还有一个部分，我哋来加强。老经验的老师傅情绪种出来，有皮嫩有水，非常多有甜的3万里品质当好，名声当久的民国56年开始到今40年好名声的，自产自销，所以故说市场上还买唔到。第二人真实的人在大条来农非满马超啊好问题的客户，但是主顾为老。中理的人没为落，你下用把伊来反转了新的局面局势呢？看到机会来了，再推动观光。透过果树认养，也许我们可以做推动观光、文化保存、农村农家农业技术等等来保存，还个创造产业机会，起码了个卖最法的手机其实为了推广那种营养之徒，也要有亲有荣誉感，天数给吧新的就业机会会被创造出来。那年轻人返乡，更不要讲这个为爱走天下这位许志雄听说你连你弟弟还是兄弟也带过来了，你哥哥是不是？那哥哥在这个团队里面是负责做什么？那时候志雄一开始在推的时候，我们在一起构思说怎么一口气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才有了所谓的果树认养计划，把果树认养计划作为我们这个火车头，然后让在地有一个商业模式，可以把高阶里的利润把它拉回来。拉回来之后，有了利润之后，自然就会有人投入，所以这是我们的构想。那我主要工作也是这一块。今天的3万里产业，甚至台湾农业面对相当很多问题，譬如说缺工，譬如说老化，譬如说青农回乡，回乡之后他们还去网络募资，因为第一桶金的问题，果树是长期作物，它的前面的这个收成之前的资金投入是非常非常大的，种种的问题，甚至他们也觉得说是新创的品牌，像个创业一样，不只是传承。但是也有新创部分。那最后分署长告诉我们说，针对青农有心要回乡或进到乡村来参与务农这一部分，农委会这边有什么样的协助？甚至经过今天这一场，觉得说还有哪些不足是你们可以未来再继续加强的？那刚刚提到过，农委会可以协助的地方，我想分2大块。第一个是有关硬体的部分，农机具的部分。那有一些省工，大家也知道。未来的人力缺乏，一定要走向省工、机械化、自动化。那这一部分，如果说有需要，我们现行的机具如果不够，可以引进国外台湾第一台的这一种机器的话，我们农粮署可以补助2/3，上限600万。这一台如果引进进来，经过评估1年之后，那我们觉得你说种水梨的机器吗？对，种水梨，譬如说在日本或者是相关，也是类似他们的一些中山的，也是坡地的地区，也有类似这样子的机具，都可以引进来。只要在生产端你们用得上的这些农机具引进来之后，台湾的第一台我们就会补助2/3，上限600万。第二个软体的部分就是可能在资金上面，刚刚提到过，初期进来的时候有一些资金需求，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农业金融局跟这个相关农业信保。都可以提供相关的这个地利贷款。那像他非农家子弟啊，他根本没有农地可以去贷款，农业金融局可以提供，他可以去农业金融局贷款吗？我们就可能需要有一些条件啦，哈，就必须要有承租着果园的契约，诸如此类的。那这个部分我们都可以透过农信保基金的部分来提高比较高的一些信贷的一个成数。该乡长啊，除了去年因为旱灾关系嘛，哈，落开始嘛，哈，所以无攀那种水梨的品甘比赛，今年谈过我来攀梨的嘛。
也向上级机关呢，做县政府、农粮署、交通部、客家委员会呢，来讨经费呢，预计100万的经费啊，在7月底，委员三分乡的水利呢，来推广出去，俾啲利农朋友呢，較多嘅樹葉呢，俾啲到利農有信心以後呢，下一輩啊，啲後生人能夠回流轉來呢，傳承啲種地嘅一隻技術呢，傳承下去呢，唔好講下邊啲水利呢，越來越落寞，以上簡單嘅報告。好，最後推廣部嘅主任，30秒幫你推廣啲3萬嘅水利，聽講你有3新策略係嘛？好，推講一下。就講按種植當用心，然後本按啲買嘢當聽，當放心，私人嘢又當安心，那就按啲3週班，啲都特色班員，啲都做經過農藥殘留檢驗通過嘅，嗰兩個班員全部係由按啲目前清晰呢 QR code 認證班員，好，謝謝。最後還沒有鄉親或者是現場參與錄影的來賓，還有意見要提出來的。目前農委會開出來的很多計劃，大部分都是在補助資本門的部分。可是其實在行銷的話，更需要的是經常門的部分。對，所以其實這個部分，我們當然希望說，就是長官這邊是不是有什麼樣的資訊可以來協助我們？這樣，那當然還有第二個部分是在我們生產端的時候。這個可能就要請我們農改場多幫忙，因為其實如同主持人剛剛前面有先提到的，在秋黃梨的一個種植栽培的部分的話，那它現在那個木酸化的問題啊，這個是急需要被解決的，因為它已經直接蔓延到其他的品種。3萬里呢，頭擺講都非常風光嘅時間，總有230公頃。後生人投入嘅非常多，但是到今呢看到係65歲以上老年人超過1半下架嘅，有可能10年以後佢哋都75歲，3萬里嘅水業產業，佢可能是冇得希望。當然，你可以說它是一個看起來像是個落日產業，但是有可能透過青年人轉到農村來，提出新嘅想法，大家共同來用新嘅做法。高白帶動嘅你3萬里嘅種嘅進步，也講高發展喎。像3萬里嘅高速應用計劃係其中之一，就計劃聽啦嚇。像你故事還當才寫下去，假使你有興趣嘅話，你下機會提供出來本人來參加，你也可以有機會寫上一筆3灣水利的歷史傳奇啊！係講傳奇嘅故事再流傳下去。像你喺今日村民大會提供本嘅一新嘅消息，也希望共同來關心。下禮拜請持續收聽村民大會，送大家知識，謝謝。